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特朗普的关税战、特朗普的贸易战。到今天正好是特朗普上任3个月，正好1个季度。这个特朗普重返白宫执掌这个总统大权3个月，不仅让美国，也让全世界天翻地覆，让很多人目瞪口呆我们原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纷纷发生，让全世界都认可了。现在不变的，对吧？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唯一确定的就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我看有媒体报道，昨天还是前天，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跟这个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记者的时候这个梅洛尼他没有顺着特朗普去说。他指责这个俄乌战争是由普京发起，是一种侵略，讲了一大段结果特朗普来了一句，他说什么没听见他说的挺好的，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一个无赖的嘴脸。因为特朗普他不说嘛，这个俄乌战争那责任是在泽连斯基对吧？一切责任在拜登那是拜登搞的战争是泽连斯基不自量力对吧？要跟比他大20倍的俄罗斯要打仗等等这只是众多这个笑话里面的一个。今天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有篇文章叫特朗普的关税战打不下去了，作者叫余泽远。他说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战难以达到目的，根本上还是他及其幕僚高估美国手中的筹码，低估中国的韧性和反制效果。文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幕僚近日连连向中国抛出对话的橄榄枝，但中国迄今为止还没做出接受特朗普好意的姿态。美国急于对话，而中国反应冷淡，显示特朗普发起的新一轮对华关税战有些打不下去了。特朗普美东时间4月17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中国已就关税问题主动寻求与美方谈判，双方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一直有保持联系。他对双方达成协议感到乐观，称美中有望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4月18日，特朗普又对媒体说美国和中国正进行良好的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也主张中美应当对话，并对特朗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信心。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称特朗普唯一想要的就是跟中国领导人1对1的谈话。关于中美是否真的就关税问题进行秘密接触，外界不得而知，但不难看出特朗普及其幕僚近期频频放话，要求尽快与中国沟通，直至举行领导人对话交流，却没收到中方积极回应，显示美国眼下更急于与中国谈判，缓解关税战给美国带来的冲击。确实特朗普最近的表现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叫反复无常，一日三变。特朗普4月2号发起解放日关税，对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进行什么对等关税，而且警告世界各国不准反击，老老实实接受。结果大国他就反击了，这个特朗普一下火上浇油特朗普一下他就坐不住了，面子没了，对吧？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你不能反击，结果人家就反击，当场打脸。所以特朗普说了关闭谈判的大门，然后再加50%吧，结果没想到人家又反击，这下坐不住了。这个特朗普4月2号发动这个关税大战，咱们就一直坚持我是支持反击的。这个我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为什么我支持反击呢？以往我不是这样的，以往我觉得关税就应该谈，没必要对吧？互相加，你无非就是看看谈还能不能赚钱，能赚钱我接着跟你做，不能赚钱就算了，那做不了了没利润嘛。但是这次对特朗普呢，他必须要反击，原因很简单第一个，特朗普他是个商人，他这个是他说是美国利益优先，实际上恐怕是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的利益优先，他没有这个正当性，他也不在道义的制高点，说1000道1万是为了利益。那既然你为了利益，那别人为什么不能为了利益反击呢？没有这个道理你不能因为别人这个什么社会制度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形态不一样，或他就应该被你欺负什么，就不应该维护自己利益，这个没道理所以说反击是必须的。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他是朝令夕改，一日三变，他就不是个很好的谈判对象。
你要跟他谈判的就是自取其辱，对吧？那70多个国家说排队去美国谈判，特朗普这么说的，都来给他舔屁股的，什么都没谈成，最后他羞辱人家是来舔屁股，对吧？连英国首相斯塔默都是去给他舔屁股，他就不是一个好的谈判的这个对象，所以你只能反击啊。第三一个，如果你不反击，你情况只会更差，只会更糟糕，特朗普他会得寸进尺。那事实证明，现在反击效果非常好，效果好是比预期的要好。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全球的关税恐怕都已经加完了啊，其他国家也加了，没人敢反击，对吧？第四个啊，也就是说，你放眼全世界，无论是哪个经济体，欧盟啊，还是东盟，还是单独的国家，谁有实力、有这个能力说跟美国叫板，就掰个腕子，那除了大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大国跳出来对特朗普说不，很有意义啊。这个为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就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选择，他不再被特朗普摆布，就是他可以选择跟特朗普合作啊，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去，他也可以选择不配合特朗普，对吧？更多的国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当然这个让华川粉呢如丧考妣啊，比死了亲爹还难受啊。这里就不再说了，这个华川粉是一种独特啊，一种另类的存在。这个特朗普本来啊，他没想到这个有个国家会跳出来反抗，他本来设想的是各国的就范，不敢对等报复，在全球收割一波韭菜，顺势打击大国的经济。不料事与愿违，不仅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不愿买账，这个大国更是前所未有的强硬反击。关税战不到20天，全球经济固然受到冲击，美国的困境也开始显现。也就是关税战啊，对各国都有冲击啊。这个大国一直说啊，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反击那也是被迫的，迫不得已。那反击完了之后，美国必然受到影响，美国的股市、债市、美元表现很不妙，遭到三杀。要不特朗普不可能把矛头对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指责鲍威尔反应迟钝，没有这个抓紧时间降息，而且这个鲍威尔啊固执己见。如果这种局面持续，美国今年发行的国债将受严重影响，美国政府财政窟窿更难填补。也大家都知道啊，马上6月份还是9月份嘛，一共是9万亿这个美国国债到期，要发新债换旧债。如果美联储不降息的话，它国债利率更高，美国政府都扛不住啊。但是鲍威尔他就是不降息，所以特朗普要把鲍威尔换掉，但是特朗普又没这个权利换美联储的主席，所以特朗普现在啊开始玩阴谋诡计，开始对这个美联储周边的这些相对独立的这些机构，比如说美国的证监会、美国的什么保险什么协会吧，这些机构也是半独立的。他先冲这些叫柿子尖软的捏，先把这些给他搞定。特朗普不是颁布了一个法令嘛，说就是你们这些机构这些单位啊，要采取什么措施，实行什么政令，需要由这个白宫要审批，也就是特朗普要揽权，要干涉这些机构独立的运作。他先把这些外围机构给他扫清楚，进一步孤立美联储，然后再通过这个联邦法院呢，是不是授权总统有权利来任免这个美联储主席，这样达到把鲍威尔给换掉的这种目的啊，然后把这美联储运行了200多年的这个美联储把它纳入白宫的这个行政命令之下。当然了，这个不是1天2天就能搞定的啊。这个特朗普是有句话怎么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总之，特朗普已经惦记上这个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了。尽管关税战可能带来的通胀尚未完全显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已引发美国民众广泛不满。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4月19日发布的全美经济调查显示，在经济问题方面，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3%，反对率为55%。有4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来1年的经济将恶化。在外部，中国不仅在关税上与美国硬杠，还将反击范围扩大到禁止中国重稀土出口美国，终止购买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和波音飞机等。如果关税战升级，美国服务业对华贸易顺差也有可能逆转，甚至不排除中国利用接近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作为反击手段。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说了，他说他都没想到中国居然还没有抛美国国债，就这个意思啊。前财长耶伦也说对吧，他希望中国不要抛美国国债，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国债这个8000亿这反击手段还没用。
他有很多人呢，他觉得啊，美国的国债是38万亿，或者你这8000亿，或者你这1万亿占的比例很少啊。美国的国债2/3是美国人自己或者美联储持有，对吧？只有1/3和大概10万亿吧，10万亿多一点，是由日本啊、中国啊等等国外的这些国家和机构持有。但是资金链就是这样，对吧？你这1万亿你还不起，你得发新债换旧债，你这新债发了之后谁买呢？你哪儿找到新的客户来买你这1万亿？这还没算日本说也趁机抛，那日本再来抛的话，那你还得找个客户来接啊，谁接呢？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当然了，刚才已经说了啊，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对吧？你大国反击美国，你的损失那也是显而易见的。关税战当然会严重冲击中国对美出口，影响就业和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中国在权衡利弊和各国可能对特朗普关税战的反应后，决议不再先妥协谈判，宁可承受损失，也将关税战打下去，看看美国能撑多久，最终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啊！记住了，目的还是要谈判。这个谈判之前的这种硬怼，实际上是一种博弈手段。你不怼，对吧？那你谈判没有筹码，你只能听人家的，人家说加就得加。对，文章也说了啊，最终是以战止战，还是要谈判。对华关税战已经让美国农产主、进口商以及英伟达等科技巨头感受到压力。虽然美国政府近日禁止英伟达对华出口 H20 芯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上周却跑到北京，强调英伟达将坚定不移服务中国市场。英伟达脱下了它标志性的皮夹克换上了西服，某种程度上也是汲取了这个泽连斯基的经验教训呢。环球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黄仁勋强调中国市场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美企对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间接抵制。说抵制谈不上啊，因为他怎么抵制啊，对吧？他作为美国企业还得受美国的这个政策影响啊，他谈不上抵制，但是你可以说他表达不满，这个是肯定的。美国另有一个有效手段是联合盟友和其他国家一起对付中国，但犹如这次特朗普将关税大棒抡向了大多数国家，美国联合盟友孤立中国的能力大打折扣。欧盟正拟对一些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实施限制，以报复美国的关税措施。截至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重要经济体公开表态要加入特朗普政府对付中国的关税同盟，就连美国铁杆盟友英国也不愿意趟这趟浑水。这个好理解啊，你特朗普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一块出卖盟友，出卖起盟友来啊都不眨眼的，没有任何道理的，所以作为盟友都心寒呐，谁敢听你的？这你到时候要出卖毫不犹豫。实际上特朗普的这个操作之下，这美国的信誉正在破产。英国的财长斯里夫4月19日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访问时说英国认为与中国切断联系是很愚蠢的做法，并支持中国电商平台吸引赴美上市。你看看这美国华尔街不说，美国财政部长不说了吗？也可能让纳斯达克的中概股摘牌，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的企业关门。你看人家英国欢迎吸引到英国去上市。斯里夫4月21日将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会议，并将与美国就贸易协议和其他问题举行会谈。斯里夫在赴美前放出不愿孤立中国的消息，显然是提前表明英国不愿在中美关税战中选边站。英国方面表态对美国其他盟友来说具有示范效应，这些国家大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显然不愿意轻易加入到美国的经济上孤立中国的行列。更何况美国不仅不会给这些国家提供经济补偿，还可能掉过头来再向他们征收高额关税。说另外，特朗普今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政策摇摆不定，口风变化无常，让人感觉比他第一任期还不靠谱。美国政府的信誉也由此受到严重伤害。即使一些国家迫于压力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谁敢保证特朗普不会随时生变？因此，在中美关税博弈中，包括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多数国家宁可观望，也不会轻易登上特朗普的战车。特朗普的对华关税
税战难以达到目的，根本上还是特朗普及其幕僚高估了美国手中的筹码，低估了中国的韧性和反制效果。但特朗普要求与中国谈判，并不等于美国就会认怂，而是在内外压力下做出的战术调整。从长期看，中美之间的各种博弈仍方兴未艾。这就是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啊，也就是说，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现在看可以说失败了。现在特朗普是在收拾烂摊子，在擦屁股。当然这话一说啊，很多华川粉呢，他听了不舒服，这是事实啊。你可以说特朗普抓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对吧？特朗普是美国的掘墓人嘛，没有办法。这个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现在反对的声音，反对浪潮，那是一浪比一浪高啊。首先你看啊，对吧？这个特朗普自己人坐不住了，这今天啊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说特朗普自己人也坐不住了，暗中希望美最高法院叫停关税战。说根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私下反对关税却不敢公开批评总统的共和党议员，暗中希望美国最高法院出手叫停关税战。文章称啊，共和党策略师前参议院共和党助理布兰达林直言，议员们不好公开反对总统，因为代价太大，所以他们巴不得最高法院介入，维护宪法赋予众议院的征税权。他表示啊，民调显示关税政策不得人心，若长期持续，恐将断送这些议员的连任之路。就连特朗普铁杆盟友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也称，关税等于变相对数百万美国消费者加税，自己不同意这种做法。也就是特朗普身边啊开始众叛亲离。然后这个也有美国媒体报道是吧，这个美国的这财政部长叫贝森特，还有那个商务部长，这俩人啊，这哥俩为了影响特朗普啊，总是趁这个特朗普的叫贸易顾问纳瓦罗不在特朗普身边的时候，这俩人跑去跟特朗普建议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不能这么打，要降低关税，影响了特朗普。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就特朗普身边这个小集团也是啊，就是拉帮结派。超过1200名顶级经济学家签署反关税宣言，诺奖得主、前总统顾问均在列。在特朗普关税乱拳下，顶级经济学家们终于坐不住了，包括2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前总统顾问在内24名经济学家联名发布了一份反关税宣言。他们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误入歧途，并可能导致自找的衰退。根据反关税宣言的官网信息，截至发稿，这份声明已得到1200位经济学家签名支持。这些参与者在声明中警告说啊，取消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不连贯和破坏性政策迫在眉睫。根据官网信息啊，签署反关税宣言的知名人士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和史密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曼昆，经济学家德克萨斯州前共和党参议员格拉姆等。你看，激起这么多经济学家的这个反对，这也不容易啊。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啊，美国各地啊又爆发了这个反特朗普的这个游行示威集会。所以特朗普这个关税战啊，在美国国内那也是搞得鸡飞狗跳的，就连啊这个老迈的昏聩的拜登同志啊，好像是前2天都已经复出啊，打起精神，斗胆啊问特朗普说，那个300多岁的人呢？美国人在哪里啊？我还想向他讨教一下这个长寿的秘诀。你看，就是拜登啊，讽刺那个马斯克不是查到了吗？美国在给很多人给300岁的人付那个什么养老保险吗？退休金什么的，社保支出。你看看啊，人家民主党，人家拜登不是不反击，是时候未到。现在时候一到，人家反击了。人家问你，请问那个300岁的美国人在哪里？你把他叫出来啊，对吧？那个钱给谁了？马斯克不是查到了很多300岁的人的吗？美国吗？这个我记得在以前节目也说了啊，这马斯克这种搞法，我本来对马斯克在美国变法呀，我是很支持的。但是后来他这么搞，我就发现他是发动群众，他是搞民粹啊。其实搞民粹最容易啊，因为无论是美国老百姓，还是大国老百姓，还是印度老百姓，你要给他画个饼，对吧？你要实现他的痛点，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对吧？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你只要给他在这块画个饼，立马他就奉你为神。这个屡试不爽啊！大家回忆一下。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观察社会现象，如果谁在你的痛点那儿故意去满足，对吧？给你画饼，迎合你的痛点，那你就要小心一点，对吧？这是民粹的套路啊。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讨厌，对吧？这个企业、私营企业、资本家，
对工人的压榨，对吧？我们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我们本来每周休2天，现在只能休1天，我们的待遇不高，我们还要降薪，我们动不动受到苛刻，这个是不是这是当下的一个现状？大家都非常讨厌，想改变，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对吧，内卷加剧，工作根本就找不到，你好不容易找到工作，那只能被人压榨，所以就是说大家对现状不满，但是又无力改变，但是又想改变。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哎呀，我们这个超市啊，对吧？一年休息180天，我们这个超市啊，把所有的钱都分给员工了。我们这个超市，对吧？这个连保洁啊，平均工资都是9000，扣完税之后都这么多。那你想想吧，那得有多少人去拥护啊？商户万岁啊！这不就是民粹吗？对于这种现象啊，我们要警惕。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们也要警惕。就是说，你这东西值不值得推广？有没有可推广？就是说可持续性啊，有没有值得借鉴？就是全国都这么干。上个世纪60年代，对吧？这个有的公社啊，1亩地它就能生产3000斤稻子。你问怎么做到的？反正人家能做到。反正你来检查的时候，它有3000斤稻子在哪儿？那你3000斤，那我就4000斤呐。你4000斤，那别人就5000斤呐。最后就变成亩产10000斤呐。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警惕这种现象，对吧？也就是一个可持续。你这东西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可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说远了，就说的马斯克，对吧？后来搞民粹，我就不支持他了，对吧？搞到现在，你倒是拿1、2个真凭实据去了，把人送进监狱啊！到底谁贪了？这个钱发给谁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最后还得拜登跑出来问他那300岁那个人呢，对吧？我还要跟他探讨一下这个长寿秘诀呢，这不闹了个笑话吗？当然了，特朗普这个3个月啊，笑话不止这一个，对吧？关税战必然烂尾，他还有这个24小时停火的俄乌战争，马上就烂尾了。特朗普已经对吧，扬言已经放出话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做，对吧？这个停火这个斡旋呢，也可能撂挑子了，这个也符合咱们当初的判断啊，预期，就是说他这个斡旋一定会烂尾，以失败告终，因为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的决心，高估了普京的能力，高估了俄罗斯的这个实力，他也高估了特朗普本人，对吧？他这种政治、这种外交的能力啊，这是一个笑话，对吧？从24小时到100天到半年，到后来说24小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到现在要撂挑子，这不整个就是个活脱脱的笑话吗？那国内的这个变法呢，也是个笑话。现在看轰轰烈烈的什么政府效率部，差不多要画句号了吧，对吧？没得玩了嘛。你再搞那一套什么发动群众斗群众，美国人也累了。拜登跑出来哪壶不开提哪壶，实际上本质上就是拱火浇油，对吧？你效率部不是现在熄火了吗？他上来再来问问，接着玩啊，接着弄啊，对吧？不把美国折腾散架，不罢休啊。所以你看啊，他美国国内内政那也是个笑话，笑话是一个接一个。当然了，最后我们也得承认啊，就是说因为特朗普他是个商人，他无所谓，他早上说的东，晚上改成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没有什么负担。所以说特朗普改起来也容易，也就是他纠正错误啊也快。他不像印度，不像有些国家死要面子活受罪，对吧？他一旦做出决定不能改，要改他也偷偷摸摸的，不能拐大弯。但特朗普不在乎这个，对吧？他一旦想明白了之后，他马上就改。所以说也不能把这个美国把特朗普看的好像就不可救药了，说不定他明天想明白了，他马上就改了。他没有任何负担啊，就没有任何什么面子上过不去。总体上就是特朗普他没有什么内耗，现在就差他想明白，看他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总之啊，特朗普要至少当4年总统，那全世界就要适应跟这么一个人打交道。你不能让特朗普适应你，对吧？你得适应特朗普，然后你该跟他对着干就对着干，该答应就得答应。我看有人说啊，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啊，加了关税以后，现在好像一天有3亿美金的进账，就是关税啊。但是这个3亿对特朗普来说，那远远不够啊，那一年才多1000多亿啊。而且这3个亿很有可能是美国消费者自己掏的，这物价涨了嘛，对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那怎么弄呢？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恐怕特朗普现在压力是越来越大。他这个关税政策啊，很有可能啊，在接下来的这1周2周里面，恐怕有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啊，这个特朗普有优点就是他一旦发现错了，他能改，就是改起来成本低，没有心理障碍，对吧？这个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错了也不能改，即便要改，还得找合适的理由，对吧？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特朗普是不要面子不受罪。我们继续关注啊，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贸易战，确实贸易战没有赢家，这么打下去都是底层老百姓吃亏啊，对吧？最后都是底层老百姓买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